超达2族户到主户。在香港有个茅山道士求道，他弟弟叫做战长天。怎么说？因为他这个他的法术可以看到一些无形界的东西。他自己也很了不起，他是传人，茅山的第几派的什么传人，他自己也很了不起。所以弟弟怎么跟他说？不信就是不信。然后弟弟就说了：“我们爸妈要抄嘛，你最少道场嘛，对不对？”他是想说，我来了，你会看大家感化的。他说：“我可以到哦，我在门口，我艺术尽到就好。”好，那就我在外面做住的名上。结果后来浅谈不是那个要那个要什么要叫名字吗？叫名字的时候，一个一个叫王明某某随子入坛听点。他看到他爸爸血淋淋，对不对？他爸爸是很多大革命的时候给打死，被红脸打死，就是那个样子。他看见血淋淋的，然后他跟妈妈不甩他走进去。爸爸到了以后，他看爸爸的前面有个仙长，说他衣服都换过，血不见了，光鲜亮丽，全身发光。爸爸不甩他，这个不孝子，不甩他，拿进去，我要求道。你看我一样，我要求道，为什么？我跟我爸爸超法跟我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要点到了说，等一下，那有人说还那个人，这么好的道我一个人求，太自私了。我全家要求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一开始带他们过来，我要全家求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战长天、战长跟兄弟，这是在香港。所以我们台湾也有，台湾那个蔡光辉在良师连成道的他还得到天线普惠。那他那个蔡太太我很熟嘛，以前都在那边帮办，在那边代办。有一次跟我讲，在看谈一个超法的事情。那蔡太太就说：“梁师，我有印证。”说：“你有什么印证？”我说：“她的老公有个弟弟，弟弟3岁就不在了。后来前面办超法，他这个蔡美人师帮他弟弟报名，结果同意了。择日就要办了。这个事情没有告诉太太啊。然后有一天，蔡太太在煮菜，晚餐在煮菜的时候，听到人叫老师，你有听到声音啊？有点是，原来在饭桌下面有个小娃娃。一下，我是恁小姐啊，我们快点呢，我3岁就无去啊。恁做啥？就跟他对打，聊天这样子哦。我哥是跟人说替我报名的，要办超法，你是我们家的经济部长，你要帮我出国国会，谢谢你哈，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哦。他还拿着铲子，我没有在做梦啊。晚上就问他老公，你有弟弟生日就不在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帮他办超对不对？对呀，他来谢谢我叫我出国国会了。所以你这个我这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开玩笑，是吧？杨进兴杨良师潮州堂的主任委，他的爸爸，他帮他爸爸超法以后，许多，他不是要让他回去，在许多不要回去。有一个在天龙宫是在斗南有个鸡头，鸡头天堂到了南天门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神，一个小神跪在那边，那是女祖师带他去。主师我借你的翘首，你的那个当机讲几句话，就跟他讲说，我的儿子在佛陀堂是当主任委员，他帮我超法了，练得起来，怀疑说你没有回来，你带个口信回去跟他说，我有回来了，让他放心，这样好不好？那行。他回来以后就找什么了？请问杨主委的我就是，你爸爸告诉我说，叫我跟你讲说他要回去了，你不要担心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当地的根本不通系统，所以说这个真的太奥妙了那再来中度人生的性，我们就说求道打多少算多少求道无上灌顶的殊胜。因为你去阿赖耶帮你灌顶，你要先拿美金去